馬拉松融合 Marathon Fusion， 一家2025年成立於舊金山的初創公司，提出一種理論方法，可在托卡馬克反應器的刀穿核融合過程中，將汞轉變成金作為副產品。但這仍只是基於模擬的預印本構想，並非已證實的商業化技術。目前沒有任何可靠證據顯示此技術與資助緩解美中貿易戰影響的措施，或援助第三世界國家有關。實際科學主張在2025年7月發表於 AR14的預印本論文，當時尚未經過同儕審查。中馬拉松融合描述了將汞-198，一種相對常見的同位素，加入反應器的增值包層，通常以鋰為主，用於增值氚。核融合反應產生的高能中子會引發 N2N 反應，將 198Ag 轉換成不穩定的 197Hg。此同位素會透過電子捕獲衰變，半衰期約64小時，成為穩定的 197O， 即為一穩定的金同位素。模擬結果顯示，每吉瓦熱功率每年可能產生約2公噸金。部分報道引用更高數字，例如每吉瓦電力約5公噸，同時仍能維持氚增值。所產生的金最初具有放射性，需經過冷卻斜線儲存期。部分報道提及約14至18年才能達到極低放射性水平。這是核善變，而非化學鏈金屬。相關歷史與現代研究包括20世紀初的主張，以及1940年代以中子轟擊汞產生通常具放射性金同位素的實驗。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 大型強子對撞機透過超周邊碰撞，從源短暫產生極微量金原子核，移除3個質子，總量僅約數十皮克，具科學價值，但在經濟上微不足道。實際與經濟現實目前尚未有能夠持續淨產出能量的商業化核融合電廠。即使中子學與材料問題可獲解決，今仍會面臨放射性限制、處理斜線轉化汞、有毒重金屬的法規障礙、同位素濃縮需求、化學分離以及市場影響。大量新供應可能壓低金價。獨立評論認為此提案是有趣的推測性工程構想，能改善核融合的模擬經濟效益，但距離實際驗證仍相當遙遠。傳統手工淘金中使用汞，尤其在部分發展中國家，是嚴重的環境與健康問題。此核途徑與此無關。貿易戰斜線第三世界資助的框架沒有可靠報導將馬拉松融合的構想或任何汞轉金技術與特定資助機制聯繫起來，以緩解美中貿易戰影響或系統性援助第三世界國家。黃金長期以來在貿易緊張、貨幣疑慮與央行購買，包括中國中扮演地緣政治與貨幣避險角色，而發展中國家的淘金活動常涉及汞污染，但這些都是獨立議題。推測性的現代鏈金屬若能大量生產黃金，理論上可能影響全球大宗商品動態，但目前並非可操作的政策工具。簡言之，核物理可在極端條件下將汞原子核轉變為金原子核，而一家核融合初創公司提出了看似有吸引力的商用途增值包層構想。要實現可擴大規模、安全且經濟的生產，則是完全不同且困難得多的問題。更廣泛的地緣政治斜線援助敘事目前並非建立在已驗證的技術之上。